即马咱若是去便利商店，真数上拢会当看到三角形的饭圆。这种饭圆是为日本传来的，嘛因为真日本嘛真有创意，这种饭圆的名声伫国际上是真通透。无论是日本人或者是外国人，大家是拢学到甲会得知。也若伫奥地利，因的风墙嘛真受到欢迎。即马当地提出申请，要甲这卖风墙的单位列入去非物质的文化遗产。希望甲在地食食推广到国际认证的等级。无共种条配切好的各种的灌肠，佮放一寡生的刺瓜啊，佮其他生的酱菜，佮加芳。一种正统的维也纳灌肠餐上到了，名叫做里欧的灌肠搭，伫咧维也纳开业已经有1世纪啊，是当地上老的灌肠搭。头家汤多伊的太太做是第一代头家，即马由伊甲伊老母伫咧经营。除了传统的灌肠，里欧即马也是有机素食一个泡菜灌肠餐。因为灌肠正是外来游客甲消费者喜喜。Am Würstelstand ist jeder gleich und man mischt sich unter die Leute. Egal ob man ein Top-Banker ist, der hunderte tausend Euro verdient oder gerade mal die letzten Euro zusammenkratzen muss, um sich hier 包括里欧在内15间维也纳灌肠大业者做游说团体，正式向联合国各国文组织提出申请，希望和灌肠大会当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，让因这种国民美食会当推上到国际认证的等级。Wir setzen halt unser Augenmerk darauf, dass wir eine Art Qualitätssiegel für Wiener Würstelstände erschaffen wollen und wollen auch diese als Mitglieder haben. 在日本东京浅草的塑料饭圆店，开业到即马已经满70档，看板无大，不过就还未开始营业，人客就排甲落长。第3代头家继续用传统的配方做饭圆，也用网络伫咧行销，写一个英文的官网，真侪外国游客是听名声来。It's very use your hands. You know, I like that. You know, a lot of Japanese food use chopsticks. This one felt closer to eating a hamburger. 虽然这个是用饭、盐、鸭加糯米4种基本的食材做的，不过三角饭圆的形是变化多端。日本饭圆日文叫做 onigiri， 意思就是用手捏的饭。因为社群媒体传播，加即马大家真爱旅游，日本饭圆伫咧其他国家即马也正流行。2024年，牛津英语字典也佫甲 onigiri 列入字库，业者也结合西方的食材，杀新口味。一条细细粒的饭圆，有着历史甲现代元素，也创造跨世代共同的美食体验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